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講咧喺求職入邊咧有3個主要嘅階段，3個階段咧可能會出現3個症狀或者症狀啦嚇。第一就係唔知道揾咩工好。可能咧自己做緊嗰行咧已經夕陽工業啦，或者越嚟越少職位啦，公司又冇乜得好做啦，又裁員啦，2個人手變1個啦，咁樣我係咪要轉行啊？唔知做咩好喎咁樣，咁可能咧就個症狀表面見到咧就係唔知道應該揾啲咩工。第二啦就係我知道揾咩工啦。但係我一路寄 CV 都冇乜回音喎，咁呢個就係第2個症狀啦。咁亦都係好多朋友咧會遇到呢個嘅病徵啊出現啦。第3個症狀咧就係我有寄 CV 㗎，咁咧跟住但係都有 interview 嘅機會喎，咁似乎唔錯啊，係咪？咁但係咧就一路咧通過唔到個面試，我去 interview 嘅時候，去面試嘅時候咧都係卡關嘅。點解冇下一步嘅？in完佢又唔聯絡我嘅，或者去唔到第2 round 嘅咁樣。咁呢個就係3個階段咧，我哋經常會遇到嘅3個症狀。好啦，先講第一個症狀先，好迷茫，即係病徵就係好迷茫啊，精神上面好 frustrated 啊，好唔知點算啊，唔知自己想揾啲咩工。咁我對於呢個嘅診斷呢，呢個我嚟㗎。對於呢個診斷呢，就係可能呢，我哋對自己或者對各行各業嘅認知都未足夠啊。咁所以先至會出現心情咁迷茫。咁如果大家身處於真係好迷茫啊、精神好混沌嘅情況底下呢，不如靜落嚟諗下係咪我對自己嘅認知唔夠呢？我對各行各業嘅認知唔夠呢？可能呢個就係背後嘅原因。好啦，咁處方下一啲先。即係俾大家一啲處方一啲 tips 啦。第一就係可以了解下自己嘅興趣。咁呢個咧係一個心理學家介紹嘅一個 model 嚟嘅。上網都可以揾到。咁所以我就唔逐個英文字母去解説啦。我好快過一次啦。實用型即係中意做手作仔嘅，中意實幹做啲嘢出嚟嘅。研究型即係真係好探求知識、探求學問嘅，揾出真相嘅。藝術型當然啦，就係音樂啊、跳舞啊嗰方面嘅興趣啦。社會型就係對人啦，可能係社會服務啊、社工啊、醫護啊等等。企業型咧就真係商界方面多好多噶啦，中意傾下生意啊、銷售下啊咁樣。事務型咧就係好中意執整啲嘢好整齊嘅，即係做 filing 啊，啲文件要對齊啊，啲 bullet point 要拍左拍右啊咁嗰啲，好實務型。可能做lab 啊、做實驗室嗰啲咧就好啱啦。咁所以咧第一方面咧係了解自己嘅興趣。咁心理學家咧就話呢個同技巧冇關嘅喎，即係唔理你做嗰樣嘢叻唔叻喎，而係咧從你平時生活啊、日常可以出發，有啲靈感咧，諗下自己中意做啲咩，自己係邊一類嘅人咧，從呢個興趣去再發掘咧邊啲行業自己中意做嘅。第二咧就真係實戰啲噶啦。第2個處方，第2個 tips 就係盤點下自己識啲乜嘢。咁呢度咧純粹係一啲例子啦。左面咧係一啲硬技能，即係我真係識電腦嘅操作，我真係識用呢一個嘅系統嘅，識用呢個軟件嘅，或者我語言能力中英文、日文、法文都得嘅。咁呢啲硬技巧啊，右邊嗰啲咧就係一啲軟技巧啦，即係溝通啊、同人合作啊、領導能力啊、說服人嘅能力啊呢啲。咁所以咧。應該我哋都要坐低下咧，盤點下迷茫之中盤點一下咧自己叻啲乜嘢，有啲咩係可以用得着嘅。第3個處方咧就係當大家處於混沌唔知揾咩工嘅期間咧，都可以用呢個排除法嘅。譬如我識得人咧真係見血就暈嘅，咁咧去抽血係唔可以望到啲血出現嘅。咁呢啲好明顯咧就要排除晒醫護界嘅職業啦，即係都唔好夢想去可以加入醫護界啦，因為有機會見到血，咁做下嘢暈咗，咁點算呢？又或者咧承受唔到生命完結啊？呢個係我自己嘅個人分享，我係亦都不能加入醫護界，因為我好怕咧眼前有個病人咧我救唔到啊，或者咧喺生死之間去掙扎嗰啲情況咧，我驚我自己好崩潰，或者我控制唔到情緒，咁所以呢啲係我自己會排除嘅一啲行業或者工作啦，或者特別唔中意小朋友嘅，咁唔會去教小學啊、幼稚園咁啦；唔中意小動物嘅，咁可能唔會去做獸醫嘅護士啊等等。或者好討厭戶外工作，或者好討厭坐喺寫字樓嘅，每個人都唔同㗎。咁所以咧，知道自己可以排除啲乜嘢咧，咁個範圍又可以收窄啲。咁希望咧由迷茫啊、混沌中間又會清楚少少啦。第4個處方，第4個 tips 咧，就係當大家未有咩靈感揾工嘅時候咧，呢個叫步移法。
即係移動我哋嘅步伐。步移法點解呢個 term 點樣得嚟嘅咧？原來咧小學生學作文咧有用呢個方法嘅，即係話當佢行入一個公園嘅時候，見到有樹喎，喺嗰邊聽到有雀仔叫喎，咁咧就係用佢嘅腦袋想像去行入公園嘅時候，點樣可以構思一篇公園遊玩記咁嘅文章出嚟？呢個步移法。咁但係咧，我隨意cap 咗一張圖出嚟，就係我哋成年人啦，可以平時行出街都可以見到好多嘢，只不過我哋冇細心去諗或者去觀察嗰啲係乜嘢嘢嘅啫。所以咧，我隨意咧 cap 咗一張圖咧，就篤咗一啲黃色點，睇下大家睇到啲咩行業喎。我試下問下大家先。呢個 Sogo 下面嘅代表咩行業咧？百貨業係啦，零售。跟住隔離其實係有個餐麻辣派對，嗰個係咩業咧？餐飲業。係啦，跟住隔離，有姜 B 喎，呢個佢係隸屬咩行業呢？娛樂事業啦，係啊，唱片啊、音樂會啊，咁佢出現喺嗰個燈箱嗰度，咁燈箱嘅製作啦，呢啲工程少少嘅行業啦，再過隔離，其實呢，如果冇記錯係應該有化妝品嘅嚇，化妝品鋪頭嘅化妝品嘅生產啦、銷售啦、代理啦，呢啲 trading 嘅行業啦、貿易嘅行業啦，再過啲隔離，我應該係篤咗一個類似燈柱嘅東西，電力嘅行業啦，電力引申出去可能係utility， 即係公共服務嘅行業啦。下面少少我唔記得篤咗啲咩啦，再低少少啦，電車交通行業啦，地下有畫咗行人斑馬線嗰啲油漆嘅行業啦。其實我哋眼見嘅所有嘢呢，背後都有一個行業或者多個行業去代表，只不過咧我哋可能平時咧冇諗到啊，有邊啲行業可以加入呢？有邊啲行業我特別有興趣嘅呢？啊，可能做下燈箱都幾有趣喎，咁樣咁不如去揾下嗰啲公司出嚟去發掘一下，睇下有冇工作嘅機會。咁呢個就係有趣嘅步移法，俾大家一啲靈感。好啦，咁4個處方都好多啦。咁咧，處方以外咧，得閒都做下身體檢查添啦。呢度我意思係話，了解下市場脈搏係如何啊。即係譬如我真係諗緊啊，娛樂事業好唔好做咧？去請唔請人嘅咧？我去整下燈箱嗰啲好唔好咧？咁先要問下咧個市場需求係咪喺度，或者以咩形式存在啊？燈箱將來會唔會沒落嘅咧？唔用燈箱咧，定係可見嘅將來都仲有發展空間嘅？中間可以同自己結合啲咩優勢呢？啊，我設計都得㗎喎，或者我跟嘢咧跟得好足嘅，我好交代嘅份人，我好關注細節嘅，啊，我唔怕壓力底下去做嘢嘅，有時限我都 OK 嘅，成日趕 project 我都冇問題嘅，咁睇下同自己咩優勢可以結合，咁呢個咧就係得閒 body check 下啦，除咗醫病之外。好，第二個症狀啦，第一個就係揾工過程之前啦，叫做第二個症狀咧就出現喺一路寄 CV 一路都冇回音呢個症狀啦。咁感覺都係好氣餒嘅，即係病徵嚟講咧都係好氣餒嘅。咁我哋診斷咧其實好簡單嘅，當你一路寄 CV 都冇反應，即係代表個 CV 出咗問題咯。我哋個履歷表咧唔夠好，或者唔夠力度，或者未能夠針對嗰份工感動到嗰個招聘嘅公司去見我。咁所以有幾方面可能都係出現問題㗎，格式、內容或者相關度。好啦，咁先處方第一樣嘢就係俾大家一個 tips 咧，就係要了解 ATS。咁在場朋友有冇聽過 ATS 啊？啊！我都係接觸好多朋友咧，我問佢啊，你有冇聽過 ATS 啊？都係冇接觸過嘅。咁我就解釋一下啦。全名咧係下面英文名 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 即係咧我哋而家喺好多求職網站啦，或者 LinkedIn 啦，或者公司嘅網頁咧去申請一份職位咧，其實第一個卡關嘅位咧就係個系統。就唔係去到個 HR 嘅同事眼前喎。通常咧好多時咧，我哋喺個系統嗰度咧已經篩走咗我啦。咁個系統咧就係 ATS 啦。咁如果要譯咧叫申請人追蹤系統啦。咁其實呢個系統點玩嘅咧？佢好簡單，佢就係玩 keyword matching， 關鍵字係咪對應得上？即係話咧，佢可能一日咧會篩選一個職位，收到100封履歷表，咁佢咪用系統篩100封履歷表咯，中間揾出相關度最高嘅關鍵字出現得最多嘅嗰10封，可能
跟住咧就會交俾 HR 真人去睇啦。咁於是咧90封咧就石沉大海啦。咁好多時咧我哋第一個關卡咧就係通過唔到呢度。咁所以咧俾大家嘅處方咧就係要睇翻右手面，譬如我好簡單 cap 咗一個求職即係招聘嘅廣告出嚟啦。咁咧我會仔細睇佢入邊講話呢個例子啊，謹慎、專業有機密嘅資訊啊，要按程序準時準確完成。下面再出現敏感資料，咁當即係呢啲關鍵字出現嘅時候，我就知道咧間公司要求嘅咧係要好細心啦、好細緻啦，佢自己都寫咗啊，好準確啦，有敏感資料要處理啦。咁當然我要喺個履歷表嗰度咧出現翻啲有經驗處理敏感資料類似嘅字眼啦，咁先至命中率先會高噶嘛。咁所以咧處方一就係咧，我哋了解個遊戲點玩咧，就要諗辦法攻破佢啦。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即係第一點係講相關度啊。第二點咧就係講個格式啦。咁咧而家我哋好中意用 AI 啊，好中意用網上一啲工具，好多時咧會提供左面好靚哦，都幾靚啊，嗰個格式俾我哋。即係有個顏色啊，黐張相啊，寫少少資訊。右面白，即係左面交叉嗰個嘅白色部分咧，又寫啲資訊咁樣。但係話俾大家聽咧，呢啲格式咧有機會擾亂咗一啲愚蠢嘅 ATS。我哋頭先咪話咧，啲系統咧會即係先讀我哋個 CV 嘅。咁叻嘅 ATS 叻嘅系統當然冇問題啦，佢會識得先讀綠色部分，再讀白色部分。但係如果蠢啲嘅系統咧，佢可能讀咗綠色，跟住就繼續讀過去右手邊白色嘅部分，咁我哋啲內容咪會擾亂咗咯。咁其實對我哋自己咧就冇着數嘅。咁所以咧我都係唔建議大家用啲咁花巧啊或者咁 fancy 啦，特別好設計角度嘅 CV 嘅。我會建議大家咧喺格式上面咧用翻右手邊，你會覺得好悶啊、好悶蛋啊、好沉悶啊。冇辦法，呢個咧另外一個形容詞係叫專業或者清楚。我哋用一個專業清楚嘅格式咧，咁避開啲好花巧嘅圖案，唔好用啲古怪嘅字體啊，用翻啲最正常嘅字體，可以用空間間隔，佢個格式擺得清清楚楚就可以啦。係沉悶少少嘅，但係我哋唔好冒嗰個風險。呢個係有關 CV 咧第二個 tips， 第二個處方。第三個處方咧就係內容點樣寫啦。嗱，其實我見到好多履歷表咧，入邊咧都係放翻嗰個工作職責或者工作內容出嚟㗎。譬如個廣告可能咁寫啦，要支援客人嘅市場推廣活動咁樣，或者個招聘廣告入邊係話要製作一啲報表嘅。咁跟住咧有啲求職者咧就發覺係啊，我上一份工咪就係製作報表咯，於是就將自己嗰份工嘅內容咧經驗咧就寫住製作報表。咁咧係唔係錯嘅？只不過咧唔夠好啦，唔夠好。因為試諗下啦，每個人做我嗰份工都係去製作報表啊嘛。咁我點樣可以加強啲呢個內容，話到俾人聽？我係負責製作報表，但係我做嘅報表唔同啲嘅喎。我實質真係有啲成果出現嘅喎。我要喺個履歷表入邊咧去點講？加油添醬啦，或者係仔細少少咧，豐富啲個內容，咁先至顯得有力度嘅。所以咧，我哋要即係唔好停留於工作職責 job description 嗰度，我哋要穿透去到隔離咧，即係有手指公嘅，要寫工作成果。與其話支援客人去做市場推廣活動，咁邊個客啊？哇！如果見到匯豐咁啊，唔同啲啦。推廣啲咩啊？新貸款服務咁又好實在啦。成果係點啊？哇！增加咗市場份額，咁就更加有力度啦。咁與其大家想象，我收到兩份履歷表，一份咧就話參與過市場推廣活動，一份咧就話幫匯豐搞個活動，兼且有個咩咁嘅成果，咁我都會見呢個先啦。咁所以咧分別就喺呢度啦。我哋 CV 成日冇效用咧，就可能我哋落嘅藥未夠精準、未夠深、未夠有效啊。咁呢啲都係例子啦。所以咧，我哋翻去可以審視翻自己嘅履歷表啊。係好標準嗰啲工作內容啊、工作職責啊，定係真係表現到自己做嗰份工做得有幾好？好啦，除咗以上嘅 tips 之外咧，
伸延嘅保健一下啦，即係呢個長遠㗎，即係唔係醫病嘅。長遠嚟講咧，都可以建立下個人嘅品牌。譬如 LinkedIn 就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平台啦，又可以免費啦，唔使錢，只要花啲時間功夫啫。當你執好咗你個履歷表之後咧，copy paste 落去咁就得㗎，抄翻啲內容落去相關嘅部分，咁起碼有機會咧，有僱主咧會喺 LinkedIn 上面揾人嘅，真係可能會揾到你嘅喎。咁我都曾經試過喺 LinkedIn 上面揾人嘅，但係好遺憾咧，嗰啲人都唔覆我嘅信息啦。咁我就覺得，我真係請人嘅喎，你真係可能有機會有即係嚟面試嘅喎，真係可惜啦，你冇睇到我嘅信息。咁呢個長遠嚟講，都唔好放過呢個平台啊。好啦，講咗揾工，講咗CV 嘅症狀，第三講下面試嘅症狀啦。面試最大嘅症狀就係自信心受到打擊啦，因為我可以去見啊，我已經即係覺得自己都唔錯噶咯，我啱做呢份工噶，但係點解過唔到 interview 嗰關嘅？點解佢唔請我嘅呢？咁呢個診斷呢，我相信有大部分朋友都係未能夠好清楚或者好有條理咁樣講出自己嘅能力，係啦，呢度有幾個元素啊，要清楚有條理去講自己嘅能力。咁咧，俾幾個處方大家，俾個藥方。第一就係咧，點解我講唔出自己能力？因為咧，我睇唔明白或者聽唔明白咧，個面試官真正問緊啲乜嘢，或者其實佢心入邊係關注緊啲乜嘢，佢擔心啲乜嘢，佢係咪好擔心請咗我做唔嚟份工咧？咁其實佢喺面試過程入邊，佢會嘗試提問好多嘢啦，問我哋好多嘢啦。目標咧都係去探聽下，佢請咗我之後，佢會唔會有事，或者佢會唔會請錯人？咁所以咧，我哋要明白佢提問嘅背後係諗緊啲乜嘢，佢心底入邊嘅疑惑係乜嘢。譬如佢問到強項弱點，佢想聽下咧，你嘅強項係咪啱做呢份工喎？係咪幫到呢份工嘅工作喎？佢想問你聽下你講嘅弱點，係想知咧你夠唔夠了解自己嘅咧？夠唔夠誠懇咧？定係吹水嘅咧？求其揾個罐頭嘅弱點就覆咗我咧，就答咗呢個問題就算咧。佢問你上一份工點解離開啊？咁可能咧佢想聽下即係個原因係乜嘢？譬如因為人事好複雜咁樣，咁可能佢心底入邊就話：哇，我呢度人事都好複雜㗎喎。你因為人事複雜而離開，即係你加入咗之後，你都唔係好頂得順㗎喎。咁樣，咁所以咧我哋要諗多一重啦。去問呢啲問題背後，佢擔心啲乜嘢嘢，嘗試盡量咧去釋除佢嘅疑慮，令到佢好安心，覺得你加入係一件好事，咁就最好啦。第二個處方，第二個 tips 啦，就係有策略啲去回應問題啦。通常咧好多人都會常犯一啲錯誤嘅，即係譬如頭先講話你嘅弱項係咩啊？咁流傳咗好多年㗎啦，就話我嘅缺點咧就係太完美主義，即係好動聽，但係咧已經呢個罐頭答案咧已經係用咗太多。即係聽得太多咧，啲面試官係聽到冇感覺啊，即係覺得你唔真誠咯，或者你唔了解自己咯，你求其揾一個嚟敷衍我咯，揾一個缺點嚟敷衍我咯，咁所以咧要小心咧千祈唔好喺網上面揾呢啲缺點，就當係自己嘅一個弱項啊，咁特別喺面試去講啦，咁呢個係需要即係。大家要了解自己透徹個缺點喺邊，揀一個咧唔影響份工嘅，無傷大雅嘅，或者你過去嘅缺點而家已經改善咗，唔會影響將來嘅工作噶啦。咁樣清清楚楚去交代，咁樣比較誠懇啦，同埋佢會覺得你真係有改善喎咁樣。咁所以千祈唔好跌落去呢啲常犯嘅錯誤，呢啲陷阱入邊啊。或者舊公司人事比較複雜，頭先講咗啦。講嘅時候咧，嘗試用一啲清楚啲嘅框架啦。大家識唔識咧？有啲人咧成日中意遊花園，遊到唔知去咗邊度，跟住翻唔到轉頭，或者講嘢咧一嚿一嚿咁樣咧，分唔到重點嘅。咁要聽嘅人咧，幫佢去分析翻你重點係其實係想講1、2同埋3。咁所以咧。既然大家如果遇到有呢啲朋友聽佢講嘢都咁辛苦嘅話咧，我哋自己就要練習多啲啦。練習多啲咧，講嘢有啲層次嘅。首先就咁樣，跟住就咁樣，之後就咁樣，呢叫有層次啦。或者重點啦，第一咧我會咁樣，第二就咁，第三就咁嚇。跟住可能之後有個小總結咁樣。咁呢啲框架咧，大家都要練習或者學得識去演繹自己，清清楚楚講得出自己嘅特質。
自己去嘅強項喺邊樣。咁有時咧呢個講故事嘅技巧咧係好好用嘅。因為咧平時講譬如你點樣應付難搞嘅客人啊？咁大家都想象到嘅答案係咩啦？要好有耐性，聽佢講嘢。跟住咧就明白佢嘅難題喺邊。第三就係嘗試幫佢揾方法解決啦，睇下內部咩同事咩部門可以幫到手啦，係咪啊？呢啲係好標準嘅答案嗬，好似個個都識講啊，應付難搞嘅客人嚇。咁但係咧，如果你可以加一個故事。話即係你講完頭先有3點啦，跟住你加個故事話曾經咧我都即係經歷過一個好麻煩嘅客人，佢咧就係咩行業，但係咧佢就要求啲乜嘢嘢喎。咁呢個就係個情景啦。跟住於是講任務啦。咁於是咧我就用咗半日嘅時間，特別約咗一個會，假設啦，中間咧有唔同嘅同事一齊幫佢諗下有啲咩可以處理嘅。咁任務同行動啦，咁結果咧個客人都真係好滿意我哋俾佢嘅方案，終於咧佢就成為我哋長期好忠心嘅顧客啦。咁一路合作關係咧到終持續咗5年，到而家都未分開嘅，都繼續係幫襯緊我哋嘅。咁如果你可以講到呢個咁實質嘅故事咧，咁聽嘅人咧有畫面喎，有圖畫喎，咁佢會覺得信服好多咯。比起你淨係講到點樣應付客人嗰啲理論性嘅方法啊。咁呢個故事咧就會加分啦。如果再叻啲嘅話咧，即係 tie to 你嘅新工，咁你可以最後加多個尾巴，就係話咁嘅工作經驗，咁嘅經歷咧，相信都可以幫到我嚟緊咧喺新工入邊咧應付即係公司嘅客人嘅咁樣，咁就更加叻啲添。咁所以講故事嘅技巧咧係好好用嘅，亦都喺面試入邊咧係會幫到你加分嘅，大家可以練習一下啦。第三個 tips 咧就係要注意下一啲非語言嘅溝通，其實講緊係咩呢？你去到面試個態度啦、禮貌啦、專注度啦、身體語言啦、肢體語言啦、眼神接觸啦、講嘢嘅聲調啦、語調啦，呢啲全部都係要練習嘅。咁好多時咧，面試官咧都會接收好多呢方面嘅信息㗎，佢自己潛意識去接收或者認定咗呢個係咩人？呢個係好誠懇嘅人，定係好串嘅人？呢個係好自大嘅人，定係好謙虛嘅人？咁佢會接收咗，甚至佢自己潛意識已經認定咗你嘅性格係點。咁當然啦，有啲係會加分，有啲係會扣分嘅。咁我哋都要循好嘅方向去練習。好啦，處方藥方之外咧，呢個保健下，長遠保健下就係要練習對住個鏡啦，練習多啲，熟練下講自己嘅嘢啦，或者去上網都可以揾到噶啦。經常會出現喺面試嘅問題係乜嘢？咁既然上網都揾到呢，咁就唔好慳嗰個功夫啦，預早諗定點樣去回應啦。咁就唔好等到去到現場先至回應啦。我哋都唔好考自己嘅急才啊，不如盡早預備定，咁會更加好。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3個症狀啦，有3種處方。當大家咧唔知道揾咩工作嘅時候咧，我唔係建議大家停低落嚟，日日去行街用呢個步移法去揾靈感啊，而係咧大家一路揾緊工嘅時候咧，可以唔停咁樣揾緊工嘅期間咧，都一路去思考下。如果寄出 CV 冇回音嘅咧，真係唔好咁擔心面試住，先搞好個履歷表先。但係如果你發覺履歷表 OK 嘅，一路寄咧都有面試機會咧，咁你就要，但係通過唔到面試咧，咁你就集中火力咧去練習同埋準備好每一次面試，咁樣咧先為之對症下藥啦。咁就唔好用錯咗力度喺唔啱嘅位啦。嚟一個總結。醫生都會咁講啦，預防勝於治療。咁如果嚟緊呢個世界啊，似乎揾工咧，我預見嘅將來都係會有啲難度嘅話咧，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續多啲去學習同埋準備得好啲啦，累積面試嘅經驗。其實每一次面試，就算通過唔到咧，你都應該係叻咗嘅。因為你可能遇到啲問題，你覺得自己答得幾好，咁你就袋住喺袋啦，之後就可以繼續講啊嘛。如果你覺得有啲問題答得唔係幾好，咁梗係翻去諗下，下次再遇到嘅時候應該點樣答會好啲啦。咁所以每次嘅經驗咧都係有用嘅，亦都會幫到下一次你面試，應該持續去進步。好似呢一個箭嘴咁樣啊，雖然有時你會失手，咁但係個趨勢都應該係向上，你應該係會越嚟越好，成功率啊，成功機會越嚟越高嘅。咁另外就係
即係學習新技能啦，提升自己啦。呢啲醫生都會叫大家注意飲食啊、運動啊、休息啊，呢個都一樣嘅。揾工嚟講呢，都係持續去增值自己，為之長遠有效嘅策略啊。好啦，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希望都俾到啲啟發啦、靈感大家。希望大家揾工、見工、返工都順利。